感谢这边，之前他用安静甲虔诚的心来敬拜上帝，请作业。摇花是我的快乐，是我的诗歌，也要真做拯救我的。伫愚人的布边内，有欢喜的声，拯救的声。也互我的照手施出大观念，也互我的照手摇悬，也互我的照手施出大观念。请赞美团、敬拜团来学咯。请大家一同站立起来，来赞美和敬拜我们的神。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一朝露，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神子主耶稣，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宇宙在远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我主持生何等甜蜜，小雀鸟听歌并细倾听，主使我听见天上美飘逸，叫我心快乐苏醒。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宇宙在远中心灵真快乐，且无人曾经历过。
神他渴望与我们亲近，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共话，要使我们经历到神赐给我们那独特、前所未有的经历。天色将暗，夜幕将催，我远远与主留在远中，但主命我去，看见呼召我，要我心向他顺从。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当属于他。与主在远中，心里最快乐，且无人曾经历过。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当属于他。与主在远中，心灵最快乐，且无人曾经历过。与主在远中，心灵最快乐，且无人曾经历过。在哥林多后书有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主耶稣是那位爱我们也是恩典能力的主，我们要单单的来爱他，来顺服他。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自我勇气去改变自己。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只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自我勇气去改变自己。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只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只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们持续站立。
只是咱有适当的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顶是日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复活，就天他坐伫大咱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宣同的相通，最下面肉体国我，演我的活命。阿门。请坐。一些人当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感谢罗你，因为你大声听阮，阮兄弟姊妹咱三听，我咱到伫主你的圣殿来敬拜罗你。你是道路、真理、活命，既然相信你是活命的主的人，阮的生命会当得到天头生。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会当尽心、尽心、尽力来做好的管家，甲传扬主的福音。确实，阮人真啊软弱，无当交托主的旨来行，求主你搁一遍来赦免，求主你的灵也是迄个来感动阮每一个人，互阮无管是通过聚会，也是祈祷，也是读圣经，会当了解主你的教是阮的话语。而咱互阮每一个人会当通过你的话语，遵探主你的旨意，甲尽心尽力为主你的圣工来拍拼。今日阮来伫这个所在，你来举办献礼典，通过你的饼甲你的血，互阮通过你的听，互每一个人会当得到主你的赦免，你的国我，互阮每一个人对阮的相信无得落白白，互阮对着永生也会当有盼望。阮礼拜后也咧开好会，求主通过这个好会，我每一个人会当专心合意，为主你的圣工来努力，会当通过你的旨意，或者事工，不管伫装备家己，也是来传福音，都会当来尽力来做。只是要求主的灵来运转伫即个圣殿，通过罗无水喙讲出的话，将做阮头前的路站，头前的光。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即阵请圣歌队来学咯。喜魂断了。
即时啊，强读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3节，到17节到20节。第10章第1节，这个代志了后，主国设立70人，一队一队，找因做头去因所要教的逐个城，逐个所在对因讲，通修成的是济，做工的是少，所以你着求王主别工去甲伊修成。你去啊，我找你，亲像羊仔入豺笼的中间。17节，这个70人倒转来地欢喜，讲：主啊，用你的名几啊降互你，降互我。耶稣甲因讲：我有看见撒旦亲像线啊对天拨落来，我已经互你有权通大蛇甲鸡仔虫，各野鬼对敌拢总会开力。我但无一项会害着你，总是无伫因为这个神降互你来欢喜，就因为你的名记伫天里来欢喜。即时啊，请罗牧师来讲道。今日主题是建立德行的教会。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过了一个旧历年新年吼，咱应该第一摆见面吼。愿天父上帝是阮所伫咱每一个人身上，互咱领受新的年、新的信心，新的上帝伊应允伫咱伊身上，以及伫咱的教会。最近阮嘛是拢继续伫鼓励兄弟姊妹做传福音的工作。我感觉这是咱做基督徒所领受，毋是责任啦，是福分啦。吼，咱有当时讲，想讲，爱传福音哦，我著信耶稣就好啊，领受耶稣的祝福就好啊，爱传福音啊，毋是传福音吼，毋是讲我著传福音哦，传福音是啥物？是我咱要领受上帝迄个荣耀的奖赏的主耶稣所赏赐互咱的。一个同工的方式啦，吼，因为咱看见耶稣将迄个上要紧的使命、上价值的这个做工作吼，交代互咱，就是伊足看重咱。毋茫讲咱透过咱伫做项上较有价值的代志，来成就生命的荣耀。吼，这是耶稣精选咱一个目的。因为咱的生命，咱毋要得救尔呢，咱的生命阁爱得荣耀吼。所以咱做基督徒，咱毋通讲我著信耶稣得啊，我得救得啊，无，咱的生命毋若得救，阁要得荣耀，就甲隔壁人讲，我毋若要得救，我也要得荣耀吼。咱要得荣耀，就是讲咱的人生，咱知世间人伫追求啥物？世间人伫追求啥物？成功啦，是毋是咧？咱做基督徒，敢袂使追求成功，会使啊！咱基督徒嘛爱追求成功，但是咱基督徒吼，毋是干追求成功，咱来追求德性，因为有德性才有荣耀。咱即个基督徒，咱甲人世间人共款啦，咱嘛是伫各行各业内面，咱有咱路标，有咱的努力，咱想要得到的，即拢真好。特别上帝嘛爱祝福伊的子民，伫各行各业拢会当成做伊荣耀见证。所以我较相信。咱因为听上帝，上帝伫咱各行各业的中间竞选咱，互咱伫迄个中间，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outstanding， 伫正人中间徛起来。咱圣经毋是常常咧讲做头无做尾，对毋对？意思是讲，咱做基督徒要徛伫正人面前，爱通荣耀上帝。所以上帝欢喜伊的儿女、伊的百姓，拢会通伫各行各业的中间成功。但是咱的基督徒目标毋是干遐尔，咱要阁透过咱各行各业，咱的成就啥物赋予阁互伊有属灵的意义甲价值。这是咱做基督徒，咱人生活地，咱甲世间人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咱毋是干追求成功尔定，咱阁追求德性，所德性互咱的生命荣耀，迄才是主所要赏赐咱真正即个恩典。阿免所以咱基督徒咱知影，咱是安怎食做基督徒咧？毋知影？咱拢知啦。我著信耶稣食基督徒，但是耶稣为什么互咱食做基督徒？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德性，他甲咱得回来的，是耶稣得胜才得回来的。所以咱因为耶稣已经得胜，
所以讲吼，咱被得回来吼，所以咱是得胜的这个记号。基督徒拢是耶稣得胜所得来，所以基督徒是得胜的记号。咱做伙什么？咱这群是得胜的记号，一同在一起做伙就是起造一间得胜的教会啦。所以基督徒做伙咱这个做上要紧的，咱一个信念。咱是一个得胜的团体，不过我感觉发现到，咱教会拢足爱强调，咱是一个软弱团体。咱常常爱强调讲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迄是还未信主以前，咱会当安尼讲我过去真正是人生是真卑微真软弱甚至讲真无路用拢离开上帝毋捌上帝。但是咱信主了后，咱就爱安怎？咱人生爱无共款，咱毋是讲信耶稣了，生命要有一个新的改变。但是咱确实依然停留伫过去迄个软弱、迄个甲迄个无信心的中间。咱已经伫耶稣内面是有得胜得回来的，所以咱所信靠的是最得胜的主。咱要甲做耶稣基督起造的是一间得胜的教会，因为得胜的教会当荣耀教会，得胜的教会当亲像耶稣所讲的，咱要发光要发光吼。所以咱有一个想法的改变互咱的人生嘛会改变帅气咱的教会嘛会改变。我看到一篇文章，我不知同感。伊讲今仔日基督徒甲教会是物失去了光彩，这重点是什么？失去信心，失去信心失去什么信心？咱知影，咱这个基督徒，咱的开来对倒来。咱基督徒的开来是对上帝来，上帝安怎祝福咱？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福音。圣经讲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相信伊的人。咱这个基督徒，咱今仔日教会失去开力，失去光彩，最主要是讲对上帝失去信心，对福音嘛失去信心。因为对上帝失去信心，所以咱的生命无法度因为咱的心来经历着上帝的丰富甲荣耀。咱对福音的信心，所以咱就无法度一再经历着耶稣基督拯救的甜蜜甲快乐。所以讲我发现着有影无讲今仔日我为什么一直安尼鼓舞兄弟姊妹？咱倒到起初，我即马最近。因为阮教会有做迄个福音茶会传信主，我看到迄个刚信主的人他们那一种对福音的相信，迄种迫切，迄种火热深深感动我。我感觉我甚至还都不如他们了，无亲像安尼。因着足火热咱有一个这个姊妹高水的，伊来信主，伊来见证，未信主的时伊就足渴慕主啦足靠无主。伊讲伊凡事祈祷，伊拢相信凡事祈祷。伊讲因兜第四派安怎？伊讲祈祷，足奇怪，讲第四派祈祷还好咧，毋是叫人个修理。第三支派，因先生讲换，我袂这，我倒来祈祷。伊讲摸伫迄个洗衣机内面，讲祈祷。伊讲毋知哪个七咧，过顶人安尼，爱讲伊嘛知影会歹啊，因为爱换时间足够，但是足奇妙的。爱讲上帝主啊，你互我找着适当的这个洗衫机洗甲迄阵才歹安尼因讲找着爱讲怎歹去，要信呢？足奇妙，反正安尼伊安尼讲我伊见证安尼讲偌奇妙噻。我有一天我透早起来，我电热炉，我甲试咧，哪会歹去？我想着我迄个做刚信主迄个姊妹伊讲凡事祈祷牧师拢讲叫人有信心祈祷。我嘛为着我的电磁炉祷告，你知影偌奇妙呢？偌奇妙噻！我试咧，佫好起。我牧师就讲，迄换啦，迄几哪年有当时讲，检测是接触不良。不过上帝借这个这个机会是咧教示我，我对有信心。检测我这歹去当摕去后壁迄个所在等下角，结果还会当用呢。因为我用这个做一个祈祷，这个当时是一个前后关系。
关关的上帝要透过咱人生的经历，真济拢是咧提醒咱真济咱的人生的中间，咱感觉哦，我很幸运，对不对？很 lucky， 对不对？但是咱来祈祷，咱就会讲啊，上帝真正听我，上帝稳定伫我的身上，无共款哦，人生观无共款，对不对？上帝时时帮助我啊，甲我同行。这咱就是讲哦，上帝咧陪伴我的时，我面对着困境的时，有上帝我早伫咧。这就是咱的信心，这是咱的快乐的所在。所以咱做基督徒，咱今日上要紧的是啥？恢复对上帝的信心，恢复对福音的信心。所以咱来起着一间得胜的教会。咱看见耶稣，伊差派70个出去，对不对？第一个第9章的所在，伊差派12个出去。耶稣讲互伊什么？互因叫做官兵能力，对不对？会当去传这个福音嘛？医病赶鬼安尼吼。然后这12个倒转来了后，然后耶稣讲，佮派70个，今仔日是讲佮派70个，对不对？派70个出去安怎？嘛是共款，耶稣差派去，就是互因官兵，互因能力学生会当传福音，就是因为耶稣相信官兵，相信能力，所以我相信讲，既然耶稣差派竞选咱互咱做伊的门徒，做基督徒伊嘛互咱官兵甲能力，今仔日拢共款，毋是讲安尼系古早现代拢共款，所以这70个出去安怎，转来安怎，欢喜无？有啥欢喜？得胜。伊讲出去连啥物拢惊伊啦，鬼都服了他们，对不对？这鬼也当代表是一种邪恶势力的抵挡神的势力啦。因为后来耶稣讲我已经互恁有官兵，对不对？践踏蛇蝎胜了仇敌一切的能力，有没有？这是一个这记号一个意义，这象征的意义意思就主要互咱有一个得胜的根据确据，就是伊已经将官兵互咱咱其实咱有这个信心，所以咱这若传福音是咱对家己的福音有信心，对咱上帝有信心，咱就行走在得胜的道路上，嘛就行伫咧经历上帝奇妙上帝这道路顶面，因为咱咱的圣经，咱毋是讲对年冬甲年尾，咱上帝路径有啥物在治？有油在治，对不对？咱若行信心上帝的道路，道上帝油在治，但是无咱行伫咱家己的道路度，充满刺皮草布，是毋敢是安尼？这是上帝的道路，上帝的路径有油在治，但是咱的路径咧，充满这陷阱、陷阱，充满这这条件当人生有条件，但是有真济这罪恶伫顶候咱，也是对敌气力也顶候咱。但是上帝的路径，上帝遮早保护，上帝施恩赐福，上帝引带，所以咱经过亲像这诗篇讲的，经过死咪算过，嘛毋惊灾，这是上帝的路径啦，所以咱知影咱甲咱的主同行，这是条什么道路？得胜的道路，得胜的道路，所以你讲咱要如何得胜，对不对？耶稣差派这叫做学生出去的时，伊讲亲像是羊入狼群，对不对？那台湾的一句话安尼讲你敢知影？咱拢亲像羊，但是入去豺狼下这个群内面温死的，敢是？如果羊入去豺狼的群的中间无温死的，我就唔相信。但是咱是羊要咱伫豺狼的群的内面得胜，因为这个意思要甲因讲毋是靠咱家己是靠咱的主。但是真了解着，咱对咱的主得胜的主有信心无？咱得胜在地，咱对咱的主有100%的信心。咱相信伊的福音的权能，相信耶稣基督伊会听的权能赢过一切对敌的困难。阿们。所以咱讲要起造一个得胜教会，嘛毋是讲咱台湾地区，当然咱台湾地区咱毋是靠咱的困难，咱要靠迄个
教会头，耶稣基督，而且圣经讲教会什么，就是耶稣的身躯。所以既然教会是耶稣最头，耶稣是以教会身躯来呢，教会一定有基督的气力。你相信无？甲隔壁人讲教会有基督气力。所以咱因为教会有基督气力，咱才有法度去做得胜的教会，因为基督是得胜的救主。阿门。所以咱做基督徒，咱人生的中间常常将得胜的救主放伫咱的心内时咱就成做一个得胜的门徒。阿门。几项啦咱就三个来这个核心因这耶稣咧讲这官兵对不对？官兵就是属耶稣的门徒，安怎奉耶稣的名做耶稣所吩咐的事啦，这叫做官兵。毋是讲我做基督徒我做基督我会当做什么我爱这是官兵，毋是的，是这个官兵是咱属主的人去做去做主所交代的事，这就是官兵。因为耶稣将这个授权互咱去做。其中一项上要紧就是什么？就是传福音。耶稣将传福音的官兵来授予咱。所以传福音毋是讲责任，这是官兵啦当然有官兵你都爱负责但是最要紧我要讲，我拢爱相信讲传福音是福分，是官兵，是咱做基督徒会当得荣耀的就是一个门道啦会安尼讲所以门徒要去到这个得胜的教会咱才会通荣耀上帝的名嘛教会教会都爱有得胜无咱要荣耀上帝咧所以咱今仔日面对这个时代咱咧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啦咱基督徒要安怎伫这个时代中间咱得胜咱挖靠主的应允抓住主的应允伫这个时代中间所以咱几项咱三个学习参加面对第一项是讲得胜教会传得胜福音传得胜福音呢得胜福音在什么所在？耶稣基督钉伫十字架顶失败也成功表面上看耶稣在传的到尾也用钉十字架顶咧爱死去咧，但是虽然是安尼，耶稣伫十字架顶所留的保卫，伊会保卫得胜罪甲死亡。咱会罪嘛，因为耶稣留保卫，咱得到牺牲。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是得胜，是得胜因为伊保卫的权能洗除你甲我的罪。耶稣基督死爱个活，对不对？这活就是伊赢过黑暗的关系、死亡的关系，因为伊个活了，他将迄个圣神的生命、新的生命来享受咱。所以咱咧讲传得胜的福音是，就传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上帝听的权能，传各位福音，各位上帝享受咱新的活命。我靠这个耶稣基督所各位权能，咱每一个人得到上帝永远的这恩典永远的这活命所以咱爱坚持，咱爱相信所以咱传的就是有伊讲较早我嘛要讲的基督徒甲其他宗教拢袂歹啦拢咧劝人做好无毋对，咱嘛爱劝人做好我拢无反对，但是咱所传的个甲人无共款的咱是咧传十字架福音，传基督对死个福音，阿免所以因为安尼咱才会甲人无共款，咱才有真正是有信心信心才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啦感谢呢所以咱知影上帝爱咱伫迄个伊丰盛的这个丰盛的画面内面所以咱就咱就人生的中间，咱就是高举基督高举教主基督上帝要伫你的这个工作啦，还是你的事业顶面因为你高举基督，神会高举你上帝会高举你啦阿免。所以门徒出去了出去安怎得胜对不对？鬼都服了他们但是有一项咱上耶稣基督互咱的这个权柄，互咱对不对？咱爱免来得胜，咱要有信心运用权柄。这啥有信心运用权柄的是什么？这是一种属灵的气力但是耶稣更较爱什么？毋是属灵的气力尔当然咱若
传福音有果效，像我传福音果效，我较足欢喜的，对不对？但是耶稣唔是看重咱传福音的果效了，伊做要紧的是吼，伊看重你这个人呐、所以耶稣爱啥？咱的名有登记伫迄个活命册无啦？哦，这两个赞词哦。我有属灵的，真侪人足有属灵的恩赐哦，有属灵的困难哦，这真好。伊会当为着主来做工。但是咱基督徒毋是讲追求属灵的恩赐尔，咱是爱追求一个下主心意属灵的活命。好，所以耶稣吼讲，毋通因为吼这个贵人安尼行互恁就欢喜，恁就欢喜。意思是讲，毋通因为安尼来欢喜啦，当然这值得欢喜啦吼。但是佫较要紧的是讲吼，我的生命吼，我得胜，吼得胜的生命。得胜的活命，这是主所欢喜的活命，这种得胜的活命安怎？要伫活命册内面，这两个赞词有共款哦。但是伊讲我咧来追求得胜的生命，我唔爱追求属灵的这个这个恩赐常常这个不能够勉强分开啦。常常伫你的迄个下主心意的活命内面，就会显露出你属灵的困难。这常常是在一起，但是耶稣咱看重不要有些人拢在追求属灵的能力哪点以至于讲有能力真好，但是伊的生命错把都抓出上帝荣耀，这不是主所欢喜的。所以主爱咱有官兵来赢过对这困难，而且咱的名嘛登记伫活命册内面啦，生命册内面活命册伫圣经拢讲啥？这是得胜的，伫这个启示录咱来经看去这个得胜的人的名登记伫得胜啥？是啥物？有为主征战，生命有为主征战的人，伊得胜嘛，有征战到得胜迄个名来登记伫活命册内面上帝互咱会通享受伊的荣耀所以伫这个开始我看不少或者字较细字对这特别的讲什么互咱赢过世间，咱的信心，感谢咧有无？什么人有这个赢过世间的信心？就是咧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囝的，所以咱的信心对在对耶稣来，所以咱传得胜福音，传基督，咱就要领受迄个得胜世界的信心。阿免这个马太福音伊话讲主要将在权柄圣所互教会对不对？教会什么权柄？教会就是会通安起到伫这个基督石盘顶起到耶稣基督是上帝囝，这石盘顶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的意思是讲，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宝血，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经历他而得胜。好第二项得胜教是什么？就要有迄个威信传福音的心志教会有人讲咱教会逐项拢做甲传福音无做啦。怎么足奇怪？咱教会咱做的毋是拢传福音吗？伊讲无伊讲我去较早参加一个训练，伊迄牧师我咧足挑战的讲教会亲像讲去这个咖啡店讲要甲因买咖啡，讲我无咧卖咖啡呢。卖咖啡店无咧卖咖啡，安尼无咧卖啥？讲逐项拢卖，阮都无去卖咖啡。讲咱今日教会上场安怎呢？逐项拢做，但是就传福音工作无咧做。就互恁足警醒对着，是毋是？事实我毋知影，但是互恁足警醒有影教会内面逐项拢做呢，但唯一直接传福音的较少人做，这才警醒，对不对？所以有大家讲若安尼教会毋是要传福音，无乖乖起来好啦。足凄惨咧！做教务牧师，拢去带教会兄弟姊妹，互讲了一句话，真正足凄惨你能讲袂？因讲教会若毋传福音乖乖起来好啦。因为教会存在目的就是要传福音，但是咱无传福音的心志咱就讲到传福音就充满火热，还是较慢的无要紧啦，慢慢来啦。这人足歹传的
完了，咱拢足济，咱你讲哦，伊讲一项，是那袂，一个原因就是要若无爱咧，千百种原因，对不对？很多原因，安怎啊？对，我心情反省，我受到真大激励甲反省，所以讲，为什么？我搁较加添我的这个热切这传福音的性质我嘛互相来鼓励咱教会啦咱要加对一间名副其实的教会，就是有传福音心智的教会。阿门。咱这基督徒嘛是共款的。当然我咧讲听咧到底这个要的，不过我是受风气插到感觉讲有影呢，看恁教会的一个角色，拢是咧衰微教会毋是迄种感觉这三个责任对大圣堂的牧者的责任啦。但是咧，咱教会已经的文化变成毋是咧传福音文化，因为咱教会无传福音文化，所以教会未传福音。因为咱来教会，咱就受塑造，毋是传福音文化，咱就无传福音的性质。所以咱来定时起造咱的教会用福音做中心，用福音做咱的目标，用福音即个教会伊上界要紧的，咱来做所有做的一切，最后成就，拢是要为着传福音。阿门。甲隔壁人讲咱都爱传福音来。传福音爱热切啦爱热切所以讲咱看见这耶稣讲请因出去安怎？伊讲要受挂的罪对不对？但是要受挂的工人安怎？就这是什么意思？耶稣有一种催逼切感有无？这要修行但是要去修行人少咧，搁一个观念嘛。我感觉讲咱基督徒咱嘛是要有一个改变。咱讲咱拢亚精对不对？但是咱毋通袂记，当咱亚精时，就是咧受挂。会记住，咱讲要成功对不对？但当你咧努力的时，你就走在成功的道路上，好没？你讲哇！我要成功，整天弄底下胡思梦想一点行动都没有。说最简单的答案是什么？doing the thing， 就是讲去做啦。真侪咱都想足济想足济，但是都无行动咧，上要紧行动，行动才会抓出结果，安尼所以讲这咱上要紧就是讲咱拢有迄个行动咧上要紧的所以耶稣讲这要修行。但是欠工所以耶稣有一种催逼感，呼召咱有一个，我需要更较侪人，我需要更较侪人，我需要更较侪人，什么人要去咧？所以耶稣在这个世代中间嘛是呼召咱啦，我需要更较侪人，所以咱对耶稣基督问道，咱就分享起来，咱呢有一个传福音的热切的心志啦，甲主来同工，甲主来同工，相信讲，咱会透过传福音的关去经历到主同在的欢喜，而且教会若传福音人我相信教会因为传福音兴旺啦，而且世代一代一代去受兴起，若无传福音咱搁用什么方法我感觉讲我感觉咱长老教会无人迄个。教会对团契较好诶，阮教会也是有一个感觉讲阮教会因为较有钱淡薄所以若青年要办啥物事我拢 OK，安尼拢无咧讲第一句话我发现着青年上要紧诶，当然对伊好真好听诶，不过上要紧诶，就是要有门徒训练，他们要的是这样，因爱是生命成长。属灵的供应，所以我拢勉励阮的少年牧师，当然你要对青年好，但是你要求他们需要纪律，他们需要造就训练让他们生命刚强壮胆这样子后来才能够为他们人生为主而征战这样子所以讲门徒就是一种愿意就委身福音，而且愿意受造就的人就是。再来成为做门徒。我们咱的教会安尼那里教会就是就是在一个得胜的状态里面。咱大家今晚见证对不对？一培一直训练对不对？
这个澳洲、欧盟啊，不断美国不断训练这乌克兰的人所以苏联原来足强但是一直打不下来，对不对？因为一批的人拢，因讲95%的人拢相信讲伊会赢啦。教会人讲95%的人拢相信讲我们传福音的教会复兴我相信目前教会未复兴，今仔日就是欠这样啦咱大家当什伊拢为着福音，安尼我相信无偌久咱中兴教会人数会爆满啦这嘛是阮做牧者的地方，上怪期待甲努力伫呼吁的所在啦我感觉嘛做无够呀，你要退休啊咧咱要退休看较清楚所以讲佫较把时间佫较热切的。有人讲无所以你要退休佫较嗨，讲伊就是因要退休我感觉我时间无济啊所以我就爱甲迫切无到时做讲你名无伫遮呢我拢甲阮会友讲你毋通去你了讲罗无孙来无来你的责任对不对？会友一早起来帮詹牧师伫迄个画面册顶面有记号咧，系牧师一早要起来着，所有兄弟姊妹牧师若去哩，若真有伫上帝遐咱大拢去遐无上帝甲牧师安怎？非常知意思，无尽责任啊，巴头壳。这是一个比喻啦所以讲咱互相勉励啦咱互相体，因为教会是一体。同心同目标同心志，为着做福音，相信教会必然要复兴，阿免来第三较无得胜的荣耀这真要紧的咱讲你渴望什么，你才能得到什么，对不对？一个人爱得人生无目标无要努力所以即摆叫做什么主啊？你敢知啊？即摆叫做什么主啊？那个唐明主啊，讲我无我都叫月光族，对不对？美国会谈的拢用叫做咩？拢用了叫月光族，对不对？无我安怎努力，人生无啥愿望，说躺平不要做什么了人生如果这样丧志的话，有当时咱会受到现实的影响，因为咱做打拼做很努力但是都没有看到果效所以讲安那我们要得胜的荣耀这种心智要得荣耀的心智咱有一个目标，应要目标努力迈进啦这个永不放弃。咱最基督徒咱就是被命定要得荣耀的你基督徒受竞选来目的，不是要失败啦。主要说哪有竞选你要失败，他有你的代志，伊要救你呢要讲互你的生命有丰盛的，敢是耶稣甲你应允。所以咱自己的生命绝要珍惜，而且要把它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成就。阿免。甲隔壁人讲咱人生这命定要得荣耀来。所以唔好累积，有当时咱努力这久都没看到果效我相信上帝都给我们一个契机啦那个契机在很关键的时候，大家在灵里面统一的合一的时候，那关键的契机就神就好像那个点火那个点起来呢就会这个是燃烧起来了所以讲在这个所在还互相美丽讲名来伫登记伫迄个画面册顶面，对不对？这个登记伫画面册顶面拢是真正得胜，对不对？这个圣经的内面不断拢鼓励人讲咱男者吞吞到落尾会得胜对对那得胜的人因就会进入到伫迄个主的这个荣耀的这个门内面，荣耀城内面啦这启示录安尼甲恁讲这个圣经嘛安尼勉励咱我知影这个保罗啦勉励教会讲，我知影恁的行为信心切心，对不对？甲恁的吞忍甲恁所行过去好的代志，对不对？爱讲恁以前拢真好，真好，已经做遮真好但是安怎所想的要更多。咱有时来讲我都袂歹但是伊讲咱过去的不错很好，但是安怎搁要更多，对不对？所行的善事更多，意思讲
那边你讲，我们要更要加把劲，对不对？加把劲，哈，安尼啊，好咱就安那，就是耶稣讲，搁加行一日咯，吼，有这心志嘛，吼，为什么？为着要得荣耀，咱出去条道，有当时吼，到尾啊，人生来，我哇，体力啦无啊啦，吼，逐项拢会较衰条，但是你心志唔好失去哦，吼，嘿，讲加把劲，吼，我最后，吼，讲哦，最后一里路，对不对？但是我们更走一里路。哦，就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咱对咱家己，对整个教会都永不放弃，因为上帝将来无有甲咱帮衬。我因2礼拜前，阮教会有洗礼吼，有一个这个大家足欢喜，伊甲牧师讲因新妇洗礼，牧师祈祷20档呢，祈祷20档呢，讲感谢主，这是证明上帝没有。舍弃你的祷告，上帝听你的祈祷，20年后成就，这做一个真水的见证。阿门。隔壁人讲，上帝会放下咱，伊听咱的祈祷来。有当啊，咱伫厝里的人这久啊，未要信主，不要放弃，上帝在垂听。阿门。所以阮的会友，我嘛足大的感动吼。我相信伫咱中间，咱现实拢会拄着，特别咱讲要传福音要亲人，上困难对不对？但是不要放弃为他祷告哈，有机会哈就向他传福音、分享福音，很重要。你的生命就是最好传福音的媒介，你的生命可以成为你家人、你亲人得救的一个祝福，阿们最后啦哈，最后咱咱就是。主所得回来的门徒咱去做是一间得胜的教会，不是失败的教会哦。咱的教会一定要充满上帝荣耀，因为有一群在传主得胜福音的人因为传主的福音这个所在就真做上帝的荣光愿天父上帝赐阮所咱中兴教会，咱中兴教会伫福音的观念下面，每一个拢是得胜。主的门徒拢充满上帝荣耀，阿门。咱大家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了你，因为你听阮，所以竞选阮才会卑微的。你已经竞选阮，互阮有份伫你得胜的这个做使命内面你将官兵将开力享受阮，为着要互阮分享你的国度的荣耀甲丰富。主啊，你互阮奉你的名起造一间教会。阮伫这所在所要宣扬的，就是得胜的福音得胜的十字架，伊对死国活得胜一切，这样以应允感谢落你，求天父上帝帮助你的教会，伫这奉你的名去做。阮伫福音的顶面，阮搁较热切高举主你的名，阮相信伊有福音会带互阮生命真正的翻新甲改变，因为耶稣是阮生命所有一切的答案。阮所需要的，拢是伫基督内面。阮感谢你，阮学了你，求天父上帝激励阮，帮助阮加添阮的信心，加添阮对福音热切的心志。阮愿意成做传福音的门徒，来荣耀上帝你起造荣耀得胜的教会。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是270块。Hallelujah.
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我是活命的饼，信我的人永远袂枵，跟对我的人永远袂喙焦。既若喙焦希望义的人来接近我，我要互因得到帮助。我徛伫门外拍门，既若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甲因食，因也要甲我相合食。主耶稣伊甲学生食最后晚餐的时，伊用桌顶的饼甲葡萄汁来表明伊的受难，诚侪祭司为着咱众人来献上。所以伫即个时，欢迎既若隔壁耶稣基督做伊生命的救主，也就洗礼教会陪证者来做伙祭主的道。伫即个时，咱三甲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你来到世间，你将家己献上，为着要救赎阮，你为阮钉伫十字架顶，你所流的宝血是清阮的罪，互阮知影，主你遐尼来听阮，你用摆伫面前的饼甲葡萄汁。来表明，你为着阮放杀性命，为着阮流宝血，乃是为着要成全阮，还通甲天父搁好，也会通进入伫天父国。感谢你，但即时阮照你的吩咐，摆设饼甲葡萄汁伫你的面前，求天父上帝来赐福圣化。互阮对遮个所摕的饼、所啉的杯，阮会通知影主你深深听阮，而且嘛甲主你相结连。阮阮家己实在是袂堪得主你安尼听，但是主你的听极大，你恩极深。当阮到伫你面前的时，阮要过一摆。深深愿主你来悔改，伫阮生活中间，阮有真侪伫言行、伫行做，拢无下主心意。阮所做工也拢无够业，求天父上帝怜悯赦免阮。但过一摆，求天父上帝透过即个圣餐，你听的恩典，正神来激励阮。将天父丰丰富富的听灌压伫阮的心中，互阮的生命重新受激励，重新立志，也搁较热切来认捌主，甲主同行，服侍主，经历你奇妙恩典。阮感谢你，阮学罗你，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阮所做一切。会通荣耀你的性命，也祝福伫阮正在家，祈祷开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基督，互人袂迄面有摕饼来祝谢，然后背安尼讲，这是我的身躯，有着恁拍破的，既然恁食的时，就行恁来纪念我。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既然你食的时，就行呢来纪念我。
讲这是我的身躯，有着恁拍破的。今仔日这的时，就行年来纪念我。讲这是我的身躯，是恁拍破的。今仔日这的时，就行恁来纪念我。主讲这是我的身躯，有着恁拍破的。今仔日这的时，就行恁来纪念我，咱一齐来享受。食了后，主要安尼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礼拜时，就行年来纪念我，请咱的长老来服侍。这个杯是新约，是主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礼拜时，就行恁来纪念伊。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啉的时，就行恁来纪念我。主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礼拜时，就行恁来纪念我，咱一齐来享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一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众人撒家伫地，阿免。咱做撒家的感谢，听阮的天父，阮的上帝，愿感谢你，透过这个恩典福音的演说，愿通知主你是何等的疼阮。你透过主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甲阮世间人，原是有罪的人。来三个结连，互阮归伫圣经的国度，享受属天的荣耀。阮感谢你，阮学着你，毋干那是阮个人甲主
你有一顶河会甜蜜的连结，就是还明白，阮兄弟姊妹，阮同乡助你的身躯会稳定，阮深知阮彼此拢结连做伙，因为阮有共一个心，共一体，共一位神，共一位主，嘛有共一个教会甲目标。求天父上帝赐阮透过今仔日阮共修圣餐，互阮连结做伙，做伙为心，伫主你所托付阮唯一重大福音的使命，也互你的教会，因为阮大家的奋发合一，更较充满主你的荣耀。你来使用你所听的教会，兴起伊。互伊搁较为着主来发光作盐。主啊，感谢你，也继续赐落圣神，互阮有一个圣洁的交通。毋那伫你的圣会内面，就是伫阮的生活，伫阮的工作，伫阮所到的所在，拢带着主你稳定的记号，互阮也诚侪主你祝福的祈求，感谢你，愿学落你，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这个时阵，咱要来受杯。上时咱嘛爱进行奉献吼，来进行奉献。起立来巡护的诗。上言387首，上个说，咱请罗牧师甲咱祝祷。Yo
愿救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扶持帮赞，甲咱正大家三个天地，对即时到代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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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即是啥有看报告的部分，咱今日确定礼拜煞有好话，而且大家会当留步。咱今日有1、2月的庆生会吼，而且麻烦现在有1月跟2月生日的，麻烦来起立来头前，好唔好？安尼请罗牧师来甲咱祝祷。1月跟2月的生日。可以麻烦到前面来吗？来，然后那个除错老师哈，也就是教会了哈，所以老师代表教会哈，也买了很漂亮的一个圣经节的诗签，每个人都不一样，好，啊，咱教会嘛来肩上口加寿星那里，叫我一些，来快点来哦，很漂亮的圣经的诗签哦，够我。这是楚少老师特别算的哦，不一样的圣经节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哈，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们哈，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哦，好。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来，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好，来，阿姑。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哈。啊，咱来为着因来做祝福祈祷啦，吼，来。上帝，我先感谢你伫即个时阵，我的人兄弟1月、2月出世，阮遮的兄姊妹，主你所听的儿女，阮相信主你将因赏赐伫中央教会有你美好的心意，而且因教会参加伫这个所在，阮领受因做伙欢喜甲快乐，有天父上帝是阮锁定的心上，互伊身躯臃肿，心灵喜乐中受上帝带领，凡事平风平旺，荣耀上帝圣名。感谢祈祷，开做名。阿门。继续吼，咱有兄弟吼，有咧想咧购买迄圣经用的迄种木质的夹子吼，等下我放伫后壁，吼，迄个就是样本啦吼。啊，若需要的吼，会当来登记啊来购买啦吼。因为迄本的是2400，啊有透过邮张咯吼，变1200块。啊，1200块咱若需要的会当甲免利登记甲缴费。啊，这个费用吼，邮张咯。当然，这费用是爱交邮递咯，邮递咯会甲这个钱吼，咱做要做个建堂的奉献安尼啦吼。啊，咱若是有需要的，咱到后礼拜以前吼，啊来登记安尼。啊，继续咱教会有印制咧重新编排吼，迄种会员的名册啦。啊，做已经大概草稿拢伫搭伫后壁。啊，希望咱会当家去看来确认，若是有毋对，咱来加修正安尼吼。啊，会计报告方面吼，1月份的稽查会是
收入是632580啦，吼，毋是773啦，吼，咱后礼拜会个做一遍的订正啦，吼。好，咱因为咱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所以咱的小组的分享都暂停，但是嘛是请叶老师来针对讲即礼拜的圣经的进度吼来做一个简介啦吼，咱请叶老师。咱这礼拜已经读到创世纪上后边了哈，最后的阶段。最后阶段下个礼拜过来这礼拜开始就是马太福音开始了哈，因为咱创世旧约读一个，新约读一个。咱读到这个是咱会当看到的哈，最重要，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约瑟跟他的兄弟之间的爱，他被他卖到埃及去，但是约瑟并没有记恨，所以咱看到约瑟哈。第一次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他的兄弟吓坏了，就匍匐趴在他的前面了，求他赦免他。约瑟怎么讲？约瑟他特别讲说这个是神派他到埃及来，不是你们是把我卖了，但是神派我为了什么？为了留遗种。就是讲结婚嘛，还要留遗种，所以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约瑟怎么讲？约瑟当他的父亲雅各死了的时候，他的兄弟更吓坏了，想说他父亲在的时候，所以约瑟没有杀他们。这一次父亲已经死掉了，所以可能约瑟会杀他们。约瑟怎么讲呢？约瑟说：“我岂能取代神呢？我岂能取代神？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了什么？为了我们要留我们这些后代，这是约瑟特别对他的兄弟。当约瑟看到便雅悯的时候，便雅悯第二次他去埃及买那个粮食的时候，他看到便雅悯的时候，他说一直痛哭啊，他叫所有的埃及人离开，然后呢，他就痛哭了，以后跟他的兄弟相认。我们看那个形容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一种兄弟之爱了哈。这个是约瑟。到约瑟最后的时候，我们看了约瑟是17岁被卖到埃及去为奴，但是约瑟最后他要去世以前，他跟他的兄弟还有他的后裔怎么讲？他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一定会将我们带回去到迦南地。所以可见雅各在教约瑟的时候，约瑟都看在眼里。虽然他17岁就被卖到那边当奴隶，他没有怨恨神，也没有怨恨他的兄弟，而是把这个看成说神差他到这个地方。他也知道应许到最后，他一定会回到迦南地。我们在读出埃及记以后，在写出埃及记以后，我们知道出埃及的时候，经过了400年。那一些以色列人的后裔，就是雅各的后裔，他们就把约瑟的骸骨带回去迦南地那个地方。这个是约瑟的部分。再我们看那约瑟这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抱怨嘛。这是创世纪最后的时候，到48章、49章、50章，那个时候描写约瑟的时候是这样。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天上的我们这个圣子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从来都没有说会咒诅这一些定他们的这些人，都没有。他还是求神赦免他们。这两个是一个比较啦，一个是在世上的，虽然被卖，虽然被欺负、被无奈，他都没有抱怨，他都倚靠神，因为里面一直写了一句话，就是神与他同在。再来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不是神与他同在，是神亲自跟我们同在。所以神呢，耶稣基督就把这一个比约瑟更进一步了。约瑟只是被卖而已，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也一样没有埋怨，而是说他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来完成这个。再我们讲雅各雅各，我们看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
当雅各当他们那些孩子回去跟他讲说约瑟还在的时候，圣经怎么描写雅各？圣经说雅各的心都凉了。照理讲应该很高兴，为什么心都凉了？因为你们骗我骗过一次啊，这一次还要再骗我，所以说雅各的心都凉了。直到看到什么？看到有很多从埃及来的那一些就是达官贵人来要借他们这些人带着非常多的那些车辆，要把全部的家当搬到埃及去的时候，看到说他的心才欢喜了，才舒畅起来。要不然他想说这个再骗一次了，可能再骗一次。这个我们看雅各进到埃及的时候，雅各进到第一个，他去法老王见法老王的时候，法老王问他说：“你的年岁怎么样？”他说：“我的年岁130岁了，苦又甘苦啊，都愁烦了，都早烦。”他是这样讲劳苦愁烦。但是他祝福里面其实后面有一段，他描写怎么样？描写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那些埃及人当约瑟认他的兄弟的时候，约瑟自己坐在一个桌子上，在那边吃饭的时候，约瑟自己一个桌子，埃及人一个桌子，然后呢，希伯来就是雅各他那些儿子一个桌子。圣经有一句话怎么讲呢？说埃及人就是看不起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埃及人看不起他，但是雅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法老祝福，后来要祝福，所以提摩太后书怎么讲呢？说愿我们说男孩子，其实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呢，年长的兄弟姐妹，举起圣洁的手了，为人来祝福了，为人来祷告。接着雅各后来要去世以前呢，雅各要去世以前，他就为他们的12个孩子祝福。我们可以看出来，雅各就为他们12个祝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都可以来，因为我们是金尊的祭司嘛，是圣洁的国民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别人祝福，不是只有牧师或者说长老、执事这些人，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常常听那个郑长老、郑伯文长老他们的脚踏车队每一次要出发的时候，都会请他说祷告了，请他祷告。为什么？他知道他是基督徒基督徒，你为我们这个旅程来祷告。其实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常常可以举起我们的双手，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团契不管你在哪一个社团，我们就经常为他们祷告那个祝福一定非常大因为我们确信雅各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为别人来祝福。谢谢。谢谢。现在我们现在请宪高弟来请祝官。Holy,
接下来召开今年度的定期的会员会议。啊，会完了的时阵，咱下昼吼有副团契吼，副团契的指挥。若是需要去洗手间吼，咱当自由吼。啊，这时阵爱大声来确认咱今仔日出席吼。啊，咱来根据今仔日来参加的兄弟姊妹签名吼。假使恁未签名的吼，请签名呢吼。安尼。咱会当自由去迄个洗手间啦吼。若用完了。